歡迎返到嚟屬靈教室。今日我哋討論緊嘅題目係如何能夠確實神嘅存在。喺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幾個理由，包括咗由神所創造嘅呢個世界啦，由人嘅道德性啦，人嘅呢一種宗教性咧，各方面咧去確實的確係有神嘅。咁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理由，我哋相信神係真實存在，就係因為其實人咧係真係可以經驗神嘅存在。我曾經識一位牧師，佢以前咧係一位完全唔相信有神嘅數學家，佢覺得呢個世界咧根本就冇神。嗱，呢位牧師咧，佢有一次因為經歷咗一個好神奇嘅事情咧，後來佢就真係相信有神，做咗一個基督徒。呢件事係咁嘅，佢曾經咧係喺 NASA 入邊咧做研究嘅。當時咧佢覺得係冇神嘅，但係咧佢喺做工嘅時候遇到好多嘅困難，好多研究咧佢冇辦法去發展出嚟，佢就好煩惱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嘅基督徒朋友就同佢傾偈，發生咩事咧？佢話佢自己好煩，因為佢有一個方程式咧一直都解唔到，做唔到。所以咧，佢個 paper 咧一直都出唔到嚟。咁佢嘅基督徒朋友咧就話：不如你試下禱告啦，你禱告叫神幫你啦。哇！佢哋就覺得好好笑啦。佢話：係啊，你啲基督徒遇到有事咧就話禱告，係呢個係高等數學嚟㗎，唔通你嘅神識咩？佢就覺得冇可能。咁但係咧，佢翻去之後，佢仍然係遭遇好大嘅困難，一直都冇辦法將自己呢個方程式咧發展出嚟。咁有一晚咧，佢就真係靜雞雞咧，真係偷偷嘅禱告，喺自己嘅房入邊禱告，就同上帝講：如果神啊，你真係存在嘅話，請你幫助我，俾我能夠真係解決呢一個方程式嘅難題咧，俾我能夠發表即係成功嘅發表呢一個文章出嚟。咁佢做完呢個禱告之後咧，冇幾耐咧就發生一件事啦。因為有一日，當佢喺辦公室仍然係好辛苦咁掙扎緊、發展緊自己嘅方程式嘅時候，佢有一位同事咧就經過，就問佢呢排做嘅方程式做成點。然後佢話佢遇到呢一個其中一個難題咧，一直解決唔到。咁佢嘅同事一睇佢方程式個難題咧，佢就話其實呢樣嘢其實已經有人發表過，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㗎咯。佢話係咩？冇可能㗎！佢睇過好多最近嘅好多嘅學術嘅發表研究，都冇留意到呢件事。咁佢同事咧就話佢俾佢知喺大概邊一期喺邊一個地方可以揾得到。咁佢真係呢位博士咧就真係翻去揾啦。後來真係俾佢揾到喎，佢真係好神奇，佢覺得冇可能㗎，因為呢啲雜誌咧、啲學術嘅雜誌咧、期刊咧，佢都常常睇嘅，但係佢從來都冇發覺其實有人已經解決咗佢呢個問題。佢終於俾佢揾到啦。咁佢就覺得好神奇，就係喺佢禱告完之後咧，神咧真係幫助佢解決咗佢呢個數學嘅難題。佢就發覺原來呢個神咧真係能夠解決數學問題嘅，或者真係有神嘅。咁佢完全嘅態度就改變咗。咁後來冇幾耐咧，佢就返教會，亦都信咗耶穌。我哋呢位神係可以經驗嘅，亦都係一位垂聽禱告嘅神。我喺大學嘅時候，曾經有一段時間都係覺得呢個世界係冇神嘅。但係當時我有機會上咗一堂課，叫做宗教與人生。喺呢個宗教與人生嘅課入邊咧，我哋嘅教授咧，佢上課嘅方式咧就係唔需要教書嘅，佢只不過咧喺黑板上邊咧寫低一啲問題，然後咧叫我哋啲大學生咧自己去討論。第一個問題，佢問呢個世界究竟有冇神呢？第二個問題，如果呢個世界有神，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神呢？第三個問題，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神，佢同你有咩關係呢？呢幾個問題呢，就係我哋成個課程入邊呢經常討論嘅。咁喺討論嘅過程入邊當中，我就逐漸嘅發覺，真係其實呢個世界如果係有咁奇妙嘅創造，就應該有一個奇妙創造嘅神。但係我又感覺到好掙扎，因為我唔明白究竟呢個神係點樣嘅神呢？如果佢真係存在，點解我唔認識佢呢？所以咧，我喺上課嘅時候，常常咧都好多嘅思考。咁有一日，當我下課嘅時候咧，當我行出教室嘅時候，我就對住個天，
因為我哋中國人真係相信有一個天㗎嘛。我對住個天，我真係做一個禱告。我話創造宇宙嘅神，我相信你係真嘅，我相信你真係存在。不過我真係唔知道你係邊個。如果你真係存在嘅話，你真係神嘅話，求你自己嚟俾我明白你係邊個啦。當我做咗呢個禱告之後，大概過咗2個禮拜，有一日呢，我就喺自己嘅宿舍入邊執我啲書嘅時候呢，我就發現咗我有一本聖經。呢本聖經係好得意嘅，因為呢本聖經呢就唔係我買嘅，因為呢當時候呢我唔係基督徒嚟噶嘛，我就唔會買聖經。咁本聖經呢基本上呢係我嘅女朋友佢離開台灣嘅時候呢留俾我嘅。不過本聖經呢都唔係我女朋友買嘅，因為呢佢當時都唔係基督徒嚟嘅。我仲記得嗰本聖經呢係佢喺台灣嘅時候去讀緊書嘅時候，有一次呢佢去買嘢食，咁街邊嘅嗰啲賣嘢嗰啲小食檔嘅老闆娘呢送俾佢。咁聽講本聖經都唔係個老闆娘係嗰啲基督徒呢周圍派聖經，咁就留咗一本喺個小食檔嗰度，咁就好得意嘅，佢唔要俾咗我女朋友，咁最後呢本聖經就離咗我嘅手。當時我有機會打開聖經嚟睇，喺我讀聖經嘅時候呢，我就俾耶穌所講嘅好多說話吸引住。我仲記得有一次我讀到馬太福音第6章，耶穌話：你哋唔需要擔心食乜嘢着乜嘢，你哋天上有一位天父，如果佢照顧天上嘅小鳥呢，佢一定會照顧你。當我讀到嗰度嘅時候呢，我心入邊好大嘅感動。我話原來呢個世界有一位神，而且佢係我嘅天父，佢要照顧我。咁點解我唔認識佢，我唔認翻去呢？所以咧，當時咧我就憑住信心接受咗耶穌，成為我個人嘅救主，成為咗個基督徒。當我成為一位基督徒之後，我發覺成為一個基督徒有好大嘅祝福，因為咧基督徒係能夠向呢個創造宇宙嘅神嚟禱告，而且呢個神咧真係會垂聽我哋嘅禱告。有一個好特別嘅經驗，就係我從細咧本來咧係有心臟有問題，我心臟咧曾經咧係因為心葉過長咧，所以常常會血液倒流，所以從細咧我心臟咧跳得係比人哋快。咁醫生咧從細就同我講呢個問題，但係咧後來我去到美國之後，就遇到一位心臟科嘅朋友，佢就鼓勵我，佢話應該要做手術，能夠解決呢個問題。咁但係當時喺美國啦，就讀書啦，又唔係好有錢啦。如果做手術嘅話，又好麻煩。咁我仲記得有一日咧，我就喺自己嘅房間入邊就向神禱告，因為第二日咧我就要去心臟科再 check， 要睇下要唔要做手術。當時咧我就喺自己房間入邊向神禱告，我話神啊，你係創造宇宙嘅神，你亦都係一位全能嘅神。如果能夠嘅話，你就自己親自嚟醫治我嘅心臟，醫好我嘅心臟。咁我聽日去檢查嘅時候呢，心臟冇問題嘅話呢，咁我就唔使動手術啦。當時我就咁憑住信心做咗咁嘅禱告。咁後來第二日，當我去到醫院心臟科，美國最好，我哋嗰個州最好嘅心臟醫院去檢查嘅時候，咁醫生檢查完之後，佢忽然間同我講，佢話你心臟一啲問題都冇喎。你嚟點解你要嚟檢查？我講咁我從細咧，醫生就話俾我知，我心葉過長咧係有血液倒流嘅問題，所以咧我要嚟檢查咯，睇下要唔要做手術。佢話你冇呢個問題啊，咁佢又再我話唔係嘅，冇可能嘅，我從細咧啲醫生都係咁同我講嘅。咁你再檢查過啦，咁佢又再花幾個鐘嘅時間，又重新再檢查多一次。佢就好記得嗰位美國嘅醫生最後同我講句話，佢話我唔理你以前啲醫生點樣同你講，但係今日我同你講，你嘅心臟一啲問題都冇。咁最後咧，我真係好似俾佢趕出嚟咁嘅，佢係覺得我好煩，點解一直叫佢檢查？但係我心入邊真係好深嘅明白，呢位上帝係好真實嘅，佢係能夠答應我哋禱告嘅上帝，佢係一位好真實嘅神嚟嘅。呢位神，佢係創造宇宙嘅神。你睇一幅畫，你知道有一位畫家。你睇呢個世界咁靚，
咁奇妙嘅設計，你就知道真係有一位奇妙嘅創造主。但係當你能夠喺經驗當中去經歷佢嘅時候，你就會更加明白呢位神，佢唔單止係創造嘅神，佢亦都係一位可以俾你真實去經歷嘅神，一個會垂聽禱告嘅神。今日我想喺呢度呼籲我哋嘅朋友，如果今日你仲未認識神，你仲未知道神嘅話，請你自己去思考幾個問題。呢個世界如果真係有神，佢係點樣嘅神呢？佢同你有咩關係呢？